今早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今开始，咱来关心明仔载甲后日，香港有串联全世界要关上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昨昏伊办社区对话，要解决争议，严格伊人也未到抗议的民众宣告，而且直直甲吐，讲伊过去3个外月拢不爱听人民的心声，甲香港人不甲大家拢起心落命，倡议爱落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人也未到，抗议的民众就已经伫咧体育馆外口挂口号。香港政府头一场社区对话26暗时7点，伫咧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这是林郑月娥为着化解反送中争议展开的头一场对话，大概150位市民参加。無論幾艱難，我同我嘅同事都認為呢個嘅直接對話應該開始啦。因為喺呢3個幾月，我相信無論大家喺咩嘅身份，喺咩嘅立場，我心裏邊都係感到好痛、好焦慮，甚至憤怒。主持人抽口啊，經民眾出來發言，有民眾批評林鄭月娥根本無把民意放在眼內，特使香港人氣噗噗。伊強調，香港政府無應該把唔對嘅事情塞予通識教育、幫惡問題，甚至少年人。係你啊，係你完全漠視民意，係你管治無能。你同我聽清楚，成場運動走到今日，最大責任嗰個係你。你必須下台。這場2點半鐘嘅社區對話，會叫被接觸，比原本約定嘅時間佮延長半點鐘，總共30位市民發言。保護香港，時代革命。差不多200個中學生排幾排圍做一連，一直喊口號。會場外口為下晡到暗時，抗議嘅聲音攏唔捌停過。體育館外口也聚集幾啊百人，喊5大訴求，一個攏袂使欠。It is a show for her to try to pretend she is listening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Actually, we are protesting for 3 months. From 9th of June, everyone is walking on the street, but she's not listening any one of us. 頭一場嘅社區對話，在咧暗時9點半結束了後，場外示威者是甲出入口攏踢掉咧，無要互伊走，一直到半暝1點半左右，伊才為體育館行出來，坐車離開。記者綜合報道。美國嘅聯邦參眾議院是外交委員會頂頭已經通過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美國總統當年攏愛列出侵害香港人權嘅人嘅名單來進行制裁，而且國務院嘛愛定期向各國提出認證，確認香港敢有獨立權。不過呢，這是引起中國外交部不滿，為美國管傷濟。美國聯邦眾議院每當時間2個通過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requires regular evaluations of Beijing's aggressive attempts to interfere in Hong Kong's society. And there's Mr. McGovern's Protect Hong Kong Act, which addresses the disturbingly excessive use of force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against protesters. This bipartisan bill ensures that U.S. weapons aren't being used to contribute to these horrific abuses. 法案明定，美國總統每年愛列出侵害香港人權的人士清單，並且以凍結資產、固執的競爭方式制裁。國務院也愛定期向國會提出認證，確認香港是唔是有夠的獨立權，而且也承認香港甲美國雙邊關係，支持香港人民的抗議權。而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法案了後，參議院也以口頭表決的方式通過參議院的版本。中國外交部是做出回應，講美國通過這項法案是無講事實，也是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委會無視香港激進勢力和暴力分子的惡劣行徑，無視香港社會各界的民意訴求，無視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執意審議通過上述涉港法案，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也充分暴露了美國國會一些人搞亂香港、牽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更上強調，香港回歸後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是中國內政，任何人都唔能介過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決心，
强烈要求美国停止推动法案，干部中国内政，才袂损害中美之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新冠香港关送中，咱台湾的公民团体29冒大游行，而且招民进党甲时代力量做伙参加。民进党主席杜英泰已经表示讲，伊会带队做伙站出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伫咧中国在一国庆70周年进前继续升温，会伫咧29发起全港游行，并且号召全球响应。台湾迄天嘛举办大游行，公布声援。主办的公民团体拜会民进党，佮要求政府加强对香港政治难民庇护相关的机制，必须建立可被信赖、可被信任，不会因为行政官员个人政治意识不同而有变化的制度性保障。每增加1分对台湾国际活动空间的打压，只会更强化台湾社会对捍卫台湾民主以及支持香港自由的决心。99反送中大游行嘛引发中国各大办不满，批评是民进党政府和台独势力结合，无得管广大民众的福祉，敢若想要对当中探出政治利益。省会一定要守着家己。对这点，陆委会是强硬回应，集会游行伫咧民主国家是真自然的代志，专责中共真歹体会。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里面集会游行表达意见是非常自然跟平常的那么专制独裁的中共可能很难理解所以才会如惊弓之鸟一样陆委会表示，咱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依法办理的集会游行拢尊重，嘛希望中共莫看到影就开枪、硬牵拖，安尼对两岸关系正向的发展并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屏东银角龙园的执行长李文斌，伊伫咧网络顶头摸人牌的二手衫，被送给家友，结果才一礼拜尔，就收到超过25万领衫。台湾人真热心，只好叫大家唔好阁管嘛爱有需要的人赶紧去摕。来看《联合报》。捌几啊摆的骂律师、骂当事人，洪天吉的高雄桥头地方法院的法官郭成义，伊登去做法官了后，即马又搁口洗律师，讲律师的头壳歹去。即届法院的评鉴委员会是决议讲要甲伊送监察院，嘛建议摕掉伊法官的职务。来看《中国时报》，12年国教108考纲已经实施，有一项调查就讲。只有2成的老师已经做好准备，还有8成的老师拢还未准备好，而且嘛只有4成的老师认同新考纲对学生囡仔有帮助。代替培养马兵车的事故伫要满1周年，司机尤正中伫昨昏头一摆出面，伊指控代替超故意隐瞒事实，对有利的证据买拢无缘无故无去，嘛自己代替变贵。人痛，锥心之痛。伫记者会上口甲真伤心，代替培养马起诉的司机员尤振中，伫咧事件发生11个月了后，头一摆出面说明，毋过情绪真激动。伊讲经历过培养马排练事故了后，未输死过一届。毋过伊伫记者会上对宜兰地检署的起诉、代替的提卸责任和行政院的调查，拢感觉真不满。尤其调查报告定调司机员超速，伊讲伊袂替家己和别人的性命讲算笑。当时罗东出去是127。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说是140，宜兰地检第一时间他就是有罪推定，台铁他第一时间是恶意欺骗，行政院调查小组他是刻意隐瞒事实，避重就轻。尤振中阁批评代替恶意隐瞒，伊点出对伊有利的5大证据全部拢无去，亲像记载迄天状况的工作报单，以及出车进前反映列车故障的运转式录影画面，阁有报备关掉 ATP 通联记录录音档，以及会当卡进轻车功能是毋是有启动的记忆卡，阁有事故现场手镜头纹的证据等等，这个互代替动过卡手，因为委任律师要求爱调查相关的证据，代替的讲法毋是讲无去，就是弄来。上班的工作报单，那关系到出车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凭空消失？运转室的
录影画面，竟然也会说没有。飞机坠毁了，黑盒子都还能够解读，为什么火车没有爆炸，只是翻覆，黑盒子却能够撞坏？这些重要的证据资料，台铁都找不到。普悠玛号败马意外造成18个人死亡，200多个人轻重伤。10月1日就要满1周年，总统蔡英文嘛表达关心，强调会请行政院特别注意，一定要调查清楚。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表示，按算下礼拜开始访谈司机员尤金忠，互相关的利害人有表达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普悠玛并且尤金忠已经被起诉，而且法院后礼拜一要开庭。针对尤金忠质疑讲，对于有利的证据拢总放弃了，宜兰地检署是回应讲，无论是有利也是不利，拢有做过调查。若代替是因讲会全力配合司法。代替普悠玛败马意外，宜兰地检署经过7个月调查了后，司机员尤金忠被依照过失致死罪起诉。宜兰检方指出，尤金忠违反规定关掉 ATP， 而且搁驶伤紧，时速搁捌超过140公里，才会造成重大的伤亡事故。不过，尤金忠的委任律师质疑，发生事故迄天的工作报单以及运转时的监视画面拢总无去，根本都无证据会当佐证，疑点不哩济。那我们想要去调说，当初运转室确实有人把钥匙交给刘司机，好，那监视器画面也没了。相关的事证该调查的，我们绝对都有发函去调。那至于说台铁他提供给我们的资讯是某一段的画面，或者是某一段的影像，因为监视器材时间覆盖的原因，所以没有办法提供。尤金忠嘛质疑，迄当阵关掉 ATP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并且即时通报检察官的通联记录录音档。事故发生的时阵，当下就要求要赶紧公开录音档，代替煞过4个半月才公布，强调内容甲记忆当中明显有落差，而且档案有修改过的分页，质疑明显无共款，甚至讲质疑代替公布的司法影片造假。有没有车子是倾斜的哦？好，过了铁轨以后。有没有闪一下？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的行车记录器突然间会闪一下？台铁局他今天就是把我们的尤师傅、尤司机当作代罪羔羊这个备用编组不够或者是说坏车硬开，这个在台铁绝对是常态。我们一定会很开放的，让不管是事故的相关者或者有重要的资讯能够进得来，我们会整体检视。前几天，运安会宣布会针对普悠玛案补强调查，但是尤金忠质疑资料含证据的可信度。不过，运安会强调讲，司机员毋但是当事人，嘛是证人，会真不是找这个当事人访谈。普悠玛监视控制系统 TCMS 按算上紧下礼拜会摕到，交叉比对资料，倾斜功能是毋是正常，以及到底是啥物外力造成车手伫咧排马进前就先并车，会是未来调查的重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中营罢工已经收煞2个月啊，即马经济也袂掂。空服员职业工会是指控讲，参加罢工的空服员登去上班了后，公司对待员工也是大细目，甚至公司要告12个工会干部开始咧算总销。只顾算账。中营空服员罢工结束已经2个月，不离个劳资争议还未煞。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参加罢工的空服员登去公司面对无共的待遇，启用暂停优待机票，扣6天年假。目前告12个工会干部面对司法诉讼，要赔3400万。被长荣航空追诉了高达3400万的高额赔偿金。我们知道罢工是不给薪水的，他也扣除了我们年度116天依比例扣除的6天假。中营航空伫5月公告，参加罢工的员工会停止优待机票3天。工会对这个代志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经过4届的劳资协商，劳动部会伫拜五进行上下尾1届的裁决大会。工会讲会伫劳动部静坐24点钟等待最后裁决的结果。另外，工会嘛指控中营航空有欠人的状况，主张交通部来调查。一架飞机上2个走道，如果2台餐车4个人都在做餐，甚至可能缺人的状况，只有3个人在做餐。这个餐车这么重，如果发生了所谓的乱流的危险，是不是足以应付？劳动部官员嘛出面接受订正，表示讲会斗3天同市政府来和劳资沟通。如果有违法的情况那劳动部一定会依照相关的法律来处罚，这是没有问题的。
中原航空谴责工会伫劳动部头前净造互因压力，嘛表示犹太机票的争议经过4届协商会议，已经提出大大恢复的犹太方案，是工会不愿意接受。另外，针对欠人的问题，虽然讲最近有一寡部分的航班有人较少的状况，啊，毋过人力绝对符合民航的法规，谴责工会使人灰暗的议题来甲中原挖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要提醒乡亲海面上可能会有风台哦。咱来看云图。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这2天有可能会变作今年第18号的风台米塔。看起来这个风台应该是行去日本，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啊，那今仔日的天气，北部天气无啥好。气象局有针对台北、新北、基隆、花莲发布大雨特报。啊，那宜兰是发布大水雨特报。中南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温度方面早暗拢较凉冷，早暗的低温差不多伫咧22度到25度。秋天有人爱食毛蟹，金门的华顺队伫金门的水头港区有掠到按中国走私来咱台湾的毛蟹43箱，大约是3600只上海毛蟹，价值100万。因为这毛蟹都拢无经过检验过，食落到地无得卡会食出问题。84、85，一箱85。目前清算一箱大约85只大闸蟹，受这种病。海巡人员一只一只清点装伫咧玻璃笼箱内底的中国毛蟹。2时半暝，金门海巡人员伫咧水头港区出勤的时阵，发现一台可疑的车，就停伫咧小三通的货轮边啊。安检人员检查了后，伫咧饲养的船长，也有伊3个朋友走私的船仔顶头，超出43箱3600多只的中国毛蟹，市价差不多100万。经过我们的侦讯了解，他是船员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呢，到大陆的泉州来购买这大闸蟹进来到我们金门地区来，后续要伺机运往台湾来牟利，很不幸的就被我们当场查获。秋天大家拢兴食中国毛蟹，有业者就上准这个商机，企图冒险，甲无经过查验的中国毛蟹直接炸入来台湾。华顺队表示，这批走私行动有可能是走私集团在试探台湾，敢会严格执法。我们初步判断这个部分可能是是属于试探的性质。那看我们的质检强度，后续再来做更大的一个闯关的活动。无经过检疫就入来台湾的中国毛蟹，可能会有致癌的物质带后身，有危害个人健康的可能。后续华顺队会全部销毁，也会加强巡查。整个案件会依照违反海关缉私条例，函送关务署高雄关来裁处。记者综合报道。有人甲合作海玫瑰的豪宝球是世界上大粒的蕊贝，因为珍贵，所以爱保守。结果伫咧小琉球这一带，有民众发现有2粒互乌去。屏东小琉球美人洞畅水区，当地志工记录到被叫做海中玫瑰的古鸟贝，这是今年5月中翕到的海底画面。这个月11，客户民众畅水时发现，同款所在2粒古鸟贝被人盗采，地面切社群叮当呼吁大家唔通破坏生态。主要我是觉得在执法上面必须要加强，真的是在于那个公部门的部分，它必须要再强力一点。看小琉球。大家会注意它，就表示它数量稀少，可能有些其他还没发现。但是因为数量稀少，被挖走1-2颗大概民众就会察觉。古鸟贝是海洋中上大的贝类，上古延活100年，因为五彩外貌，佮被叫做海中玫瑰。目前全球数量真少，受到华盛顿公约保护。这摆小琉球2粒被盗采。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呼吁民众爱有责任，也要加强提查。我们会结合地方的当地的 NGO 团体，去再次宣导人力的部分，是海巡的弟兄那边比较充足，我们会请他们多做一些协助。海关处表示，当地因为人力关系稽查有难度，不过只要发现一定会处罚，罚金上限延到50万，呼吁民众唔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高会中旬是军林家己要播翻白时阵，也毋过手兴军堂，互人心惊惊，亲像要压起来啊！因为军林大细卖条甲树哦，这个所在一几日啊，幼童的同步拢变侪。我。
有啦，也看我看无。这打整2-3礼拜还袂知，叶仔已经互加一空一空，斟酌来吹，四界拢有虫。婚林农民讲，种番麦遐尼济重，嘛是头一摆看到这种虫。你知影这叫做什么虫无？帮说这什么虫我唔知啊，小虫什么真虫啊。9月中是婚林嘉义地区种番麦种植的时期，婚林县目前出现秋兴菌虫的虫害，而且集中伫咧沿海7个乡镇，受害面积超占1成5，农民3分外的地是已经开3万外块，真烦恼讲会乌有去。最严重的，算网络，规区网络要丢啊，逐项网络要丢掉啊。你这偌几分？这有3分啊。啊，差不多逐项拢有。嘿，差不多逐项拢有。风险局表示，最近伫婚林嘉义地区掠到的大只虫明显增加，通报的案件嘛变多，呼吁农民一定要加强产业管理。硬质玉米过去是比较粗放管理的这个作物哈，那可能没有注意到，如果有发生的话，还是要落实防治，这样才能避免它这个扩大危害。目前防疫阁算是第2阶段，农民通报了后，由政府提供药剂甲第1届除药仔人力的费用，不离个地方烦恼安尼袂赴事，希望中央会当量早宣布进入和农民自主管理的第3阶段。当你量多的时候，其实它的防疫效率会下降，因为防疫就是要在最快时间把这个疫病压制住，才不会扩散，因为它这个扩散性是还蛮强的。风险局表示，会继续来办宣导讲座，还有相关的教育训练，希望讲会当提高农民认识、甲通报，还有自主管理的能力。今是要进入第3阶段，佫需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要紧，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法国前总统希哈克过身啊，伊食到86岁。希哈克1932年伫咧巴黎出世，伊按国会议员做到总统，嘛做过18年的巴黎市长，甲12年的法国总统。伊伫做总统的时，甲总统的任期按7年减到5年。伊嘛捌公开反对过2003年美国去打伊拉克战争。现任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伊讲希哈克是伟大的法国人。法国的巴黎铁塔26个时嘛有关电火向希哈克致敬。来去美国。美国的民主党议员按算要对美国总统 Trump 提出弹劾，因为 Trump 涉嫌伫咧7月份有甲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要求伊提供竞选对手拜登的后生伫咧乌克兰开公司的资料。不过 Trump 讲根本就无这件代志，嘛讲这是选举后部，所以美国的白宫即马专工公布 Trump 甲乌克兰总统讲电话内容。美国白宫25公布7月25，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分钟的通话内容重点。虽然川普并无明确提出要透过军事援助来交换乌克兰政府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拜登和拜登的后生所任职的乌克兰人权财团展开调查，但是讲的话当中明显释放出想要透过乌内部来打击总统大选主要对手的消息，甚至讲到家己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拢会当对乌克兰查案提供协助。泽连斯基伫这款情形之下，总算承诺会展开调查。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佫批评川普违反美国宪法，民主党单极无理。He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那是乌克兰问案的两大主角，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是伫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场边见面。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We're with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and he's made me more famous, and I've made him more famous. 虽然川普想要互现场气氛变较好咧，但是媒体有关是直接质问泽连斯基是毋是有遭受川普施压。泽连斯基是当面否认。I'm sorry, but I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to democratic, open, elections of USA. No, you heard that we had, I think, good phone call. It was normal. We spoke about many things, and so I think, and you read it, that nobody pushed it.
就算有学者分析乌克兰门案的严重性超过当年的水门案，但是金融时报分析，目前释出的通话重点离定罪川普单挑落台距离真远，因为就算证明川普想要施压乌克兰介入美国的选举，但是伫咧已经知影对话记录当中，川普只敢若暗示，并无清楚讲出用拜登换军员的明显对价关系。但是 CNN 报道，引爆乌克兰门分别比的人当作是所举报的内容，已经互人送去参众两院提供国会议员参考。美国时间2日就会互人公开，到时阵恐惊还会出现更加互人意外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北韩这几天直直的进口成本较低的硬体，闪过联合国的经济制裁，甲这零件当作手机啊，伫咧北韩的国内卖。有专家就估计讲，伫咧北韩有600万人在用智慧型手机啊，而且这手机啊零件是对世界各地来的，嘛包括咱台湾。这是北韩去年3月新型平壤2423智慧型的手机啊。最近这几年，北韩政府靠进口低成本的硬体，做手机啊内销国内市场来赚钱。相比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专家估计已经超有600万的北韩人有智慧型的手机啊。路透分析，这款手机啊是用真济国的零件斗出来的，像讲采用中国的电池、谷歌开发的 Android 系统，啊，还有台湾联发科的晶片。 칩은 미디어텍 걸 쓰고 있고 심은 미디어텍 게 아니에요. 여기저기에서 이제 공급을 다 받아가지고 만든 거로 하드웨어는 구성이 돼 있어요. 联合国伫2017年就禁止全世界手机零件出口北韩，这款零件到底是伫什么所在来的，嘛，互人真好嫌。 국제 제재 품목에 다 들어가 있는 거잖아요. 그러니까 그 국제 제재에 그 약간의 그 의문이 있는 거죠. 联发科发表声明表示，并无出口任何商品去北韩，公司有遵守制裁相关的规范。谷歌是讲，任何硬体厂商拢会当利用 Android 软体开放的平台，所以无违反制裁的问题。就算讲智慧型的手机啊是哪来哪普遍，啊，毋过对一般真善者的北韩民族来讲，想要买嘛是无简单。 키우던 거 돼지도 2마리 팔고 밀수도 하면서 이제 그 약초랑 해서 그 중국에 갖다 넘기고 이제 이민폐도 먹고 해서 정말 그 막 먹고 해가지고 집에서 돈 나가는 것들 거의 다 팔아가지고 그렇게 해가지고 휴대폰 하나 개고 샀거든요. 专家指出，一支智慧型的手机啊，伫北韩的价销超是$100到$400。啊，毋过北韩家庭的平均收入，逐个月却干那$100，是南韩的4%。 또 그게 또 부의 상징이고 이러기 때문에 이 휴대폰은 뭐 국가에서도 말릴 이유도 없고. One Korea 的执行长表示，因为愈来愈侪人使用智慧型的手机啊，北韩政府敢若靠收这个使用费甲通信费，会当得到真济收入。记者综合报道。瑞典16岁的学生囡仔，伫推动环保，嘛有摕到瑞典正确生活方式奖，而且伊今年嘛获提名诺贝尔的和平奖。 瑞典气候运动人士桑伯格知影家己得到正确生活方式奖了后，发声明表示感谢。佮讲得奖毋是伊个人，而是全球所有参加气候行动、拯救地球的学生、青年，甲所有年岁阶层的人士。 For inspiring and amplifying political demands for urgent climate action, reflecting scientific facts. Her resolve to not put up with the looming climate disaster has inspired millions of people to also raise their voices and demand immediate climate action. 除了桑伯格，还有3人得奖。中国律师郭建梅保卫中国女权，一直采取开创性行动。西撒哈拉人权运动领袖海达尽管被加禁热带，伊愿意为暴力行动为同胞追求正义。还有巴西原住民代表科佩纳瓦甲伊领导协会，因为致力保护亚马逊森林甲原住民生活文化而得奖。正确生活方式奖是伫1980年由瑞典人雅各尤克斯库尔创立。伊本身是作家、学者，佮做过政治人物。设这奖的目的是为表扬甲支持解决全球问题勇士，甚至可能是诺贝尔奖老高去的人。这奖有另类诺贝尔奖的称号。通常每年有4位得奖者应得到100万瑞典克朗，相当新台币320万。记者综合报道。 啊，那伫泰国，嘛有一个12岁的查某囡仔，伊叫做莉莉，伊嘛咧救地球。伊自8岁开始，就家己本身在做环保运动。伊讲，伊即马受到瑞典的查某囡仔生活嘅影响，伊嘛罢课，而且带头推动城市的摒扫运动。
画面上，这块绿地被讲予做万国的戏，但是规颗海本数已经予伊用要被喘气。14岁的万国少女丽丽带头推动的城市清洁运动，这天男女都由用双盛举，真耐心苦力将裤脚豆豆捡清气，真紧塑胶施工就捡几落啊，五花杂色的树林嘛捡几大罐，数量真惊人。丽丽讲，其发伊坚持落去的人，都是带领规个世代的青少年，甲政客施压对抗地球暖化。随便15岁的少女桑伯格。Kids can make a difference. She wants everybody to do something, and she got so many people together. 丽丽已经伫政府大楼外口发起几来届静坐示威，嘛要求教育部推动环境教育课程，搁直接找大企业沟通减用塑胶制品，并且参加联合国研讨会表达诉求。全国各地运河嘛定来看到丽丽合同学做伙伫咧河本数拼河川。伊讲家己是战斗儿童，对环境的消息感觉真愤怒，但是又原想要保持乐观。I usually don't go to school. I mean, I've learned more from doing this than I have at school, so it is hard, but I like to be positive about it because there's always hope. We can always fix something. If there's a problem, we fix it. 丽丽对8岁就开始家己的环保运动，爸母一路甲支持相挺，伊已经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也就是说服万国的超市卖场 Central， 每礼拜用一天无提供塑胶购物袋啊。另外，包括7-11超商在内一寡真有名的业者，嘛已经承诺伫咧明年1月底之前停止提供购物的塑胶袋啊，显示已经大大出现改变。桑伯格所率领的少年世代，伫9月20要去纽约，赶伫咧联合国大会开议。进前发声，要求全球的政府积极应对全球暖化。丽丽其实嘛会当做伙去，但是伊选择留伫咧泰国继续拍拼，因为东南亚才是家己的主战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国内政治消息，咱来关心高雄市长韩国瑜。早起市议会做施政报告，民进党的议员是提实质书爱韩国瑜签，结果甲国民党的议员发生冲突。国民党团队没安尼啦，来，我们还是去帮忙，请你来尊重我们的质询权。高雄市议会年度第2摆定期会16日市长施政报告甲质询，不过一开始，民进党的陈明珠议员就提实质书爱韩国瑜签署，结果被国民党团包围，变成党团之间的集体冲突。时间暂停。那日两党议员经伫遐，民进党议会质询时间被干扰，不过做主席的国民党议员无愿意暂停，算时间，搁较侪议员加一冤家，有人摕茶杯破水，有人骂甲失控出手拍人。绿营搁爱韩国瑜表态，11月总质询是不是为了参选总统请假？会不会请假？好，是或是不会？目前为止会或是不会？目前为止还没有规划请假的事宜。那你能不能跟我保证总质询的时候你不要请假？如果有请假的准备的时候，一定会跟议会分析的。不止质询冲突之，议庭开始进行民进党议员先伫议事厅门口列质询名单。全部只有12个议员可以质询，其他的议员都没有办法质询。明天再来，这是议会的机制吗？明天再来，以前就这样的等级。以前市长报告后，议员照定期对因进行质询，顶会期要进行到暗时11点。不过国民党团这摆以优势人数通过暗时6点准时结束新规定，全系51人登记，只有前12人用质询。民进党团抗议无效，中昼休困时开记者会谴责国民党，叫有韩国瑜支持者冲入来骂人。这不是，你怎么办啊？民进党要控告骂人的韩国瑜支持者，不过韩国瑜这摆是为任内第一本有选书进行施政报告，现场规工拢有真侪支持者甲北韩民众来关心。我觉得高雄迫切的需要这4个一，让高雄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一个是2019年，即将2020年，我们高雄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机场。韩国瑜提出4个一。包括用完整捷运线、自由经贸特区甲新材料产业园区来建设高雄，是不是会使？27也有议员质询，警方已经加强戒备，避免有民众乌白这摆闹事。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打失去2个邦交国，有风声讲后壁也阁有断交的风险。咱政府蔡英文是讲，中国对咱的施压是年久过深的，尤其明年要选举啊。另外，大家较关心讲，敢有可能错乱夹？总统蔡英文是应讲，民进党来团结无问题。
总统蔡英文出席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25届年会开幕典礼，因为最近中国小电视夺走咱的邦交国，25国安会就召开中国新冠对台湾的威胁和介入选举专案会议，提出示警，年底进前有可能割断台湾一两个邦交国，威胁终止恶法，嘛提出5大应对策，包括保卫主权和民主、反制假消息等等，对抗中国施加压力。在选举期间，我们也都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请外交部门的同仁，那务必要全力来保护我们的邦交。除了鞏固邦交，蔡总统嘛要拼认真。最近党内蔡大培声音升温，赖清德嘛表态蔡大会无问题，强调初选了后已经表达支持蔡总统，敢若嘛和刷倒来的合作出现希望。我的答案还是一样的啦。第一个，我们党内的团结没有问题。第二，跟赖院长的沟通也没有问题。第三个，我们在最适当的时候会提出最佳的人选。动算小一，动算。2020总统大选投票，敢若剩100多天。蔡英文出席全国会计师协安会成立大会，现场超过1200名会计师甲停，伊嘛再度呼吁支持者做伙斗打击假消息，相信伊搁拼一届。刷倒来98党庆，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有可能出席，到时阵蔡大就有机会共台展现大团结的气势，为刷倒来的合作来开一个头。记者综合报道。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已经宣布讲，伊无要选总统啊。即马是有风声讲，其实这件代志郭文哲早就知，不过郭文哲昨昏是背回讲，伫咧基辛德拜拜城隍庙拜拜见面的时，伊也是抓准过当的要选。办政府社区关怀的志工，台北市长高文哲为社区关怀据点揭牌。面对媒体问讲，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接受媒体专访，讲高文哲早伫咧郭台铭宣布败选进前，就已经知影这个关键的决定。高文哲是好人，强调两个人伫咧新竹城隍庙见面的时阵，一直就是郭台铭要选。我都以为他要选了，我跟你讲，他们说奇怪，怎么一副要选不选，到底怎样？可是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想说，我那时候怎么可能？我觉得蔡顾问本身他是这个柯市长的幕僚，幕僚自然有幕僚的观察，那或许在时间点上有一点记错。对郭台铭向宣布败选，根本是充满计算的政治表演的讲法。郭台铭无调嘛好人，各对国民党中常会25通过郭台铭的慰留案，希望伊归队，强调郭台铭绝对袂接受慰留。其实郭台铭先生觉得，吴主席是言而无信，他觉得很遗憾，也很无奈。那毕竟他现在是无党一身轻，所以他希望说，就是大家就是好聚好散，事情就到此为止。各国合作在联合国咧进行，国民党台北市政府的报告嘛有进展。有风声讲，副市长的职务要找亲民党籍议员黄珊珊，最近已经定准，黄珊珊嘛无白贴。的确是有征询过啦，所以我议员也当很久了嘛，所以我也觉得说，如果可以帮助市长多一点，把台北市做得更好一点，我当然是乐意帮忙。若是副市长陈嘉基按算伫咧10月中离开，外界推估国民党找黄珊珊，若是白桥合作，更加是为着2022延续白色力量。不过相关的人事案，台北市政府强调，人事异动等确定了后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去花莲，过去若有早产儿，有时拢会有心脏的问题。伫咧花莲台东部地区拄到这款例，拢爱赶紧送北部来做手术。不过即马花莲的主治病院已经完成头一个手术，而且这个红婴仔健康，昨昏满月已经出院啊。妈妈手抱的是今仔日才打倒这小珍珠，打出世的时阵，就去互发现喘气有困难，带入去加护病房了，佮去互发现伊心脏的血管得到开放性动脉导管无关起来，必须要动手术，互爸母真烦恼。他呼吸越来越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一直带着呼吸器，所以最后才跟我们讨论说一定要做手术。听说另外一种手术是动胸口，那时候我听到就感觉会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小孩子还那么小。开放性动脉导管是先天性心脏疾病当中真史上快的一种。红婴仔出世2-3天以来，主动脉甲血动脉之间的动脉导管会进行功能性闭锁，开始血的循环。不过，若是无关起来，会造成喘气有困难。早期必须要拄胸坎开刀进行手术，即马敢若需要拄大腿内血管放闭锁器，但是婴仔手术比大人较学。
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一开始建立血管路径。当然，小朋友他的那个血管比较小条，那有的时候开放性动脉导管太大条的话，其实我们闭锁器不见得有办法能够找到适合的尺寸啊。主治病医表示，开放性动脉导管发生的几率是1/2000。因为这种患者拢爱送去北部进行医疗，不过即马花莲嘛有能力会当完成，而且手术敢若需要1点钟，佫袂有饱，是东部心脏治疗的一个重要进步。记者综合报道。好，谢谢。叶红仔鸡世界拢有，最近有苗栗的民众是发现讲，有真侪叶红仔店就伫咧这学校的边啊，而且内底放叶的物件，有一寡是色情的用品，有一寡是会当讲讲喊的菌啊，安尼对学生囡仔咁好。今日摆个红仔鸡店内底商品真侪，不离个斟酌来看，有真侪色情用品，说是啥物人拢会当来业，而且佫有武器，互做家长的真是做烦恼的。在学生还没办法自己做主来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在这个诱惑的东西会帮他拒绝，尤其是有点超过18岁的部分了哈。谁啊家长会遮尔烦恼？因为这间店就伫咧国小对面，就惊讲囡仔人会去受到影响。根据苗栗县政府统计，顶半年苗栗合法登记的业者有315间。当地机关伫头份市区调查12间国小的4科位业，就发现讲有4间学校无甲100公尺的所在，都有几若间业红仔鸡的店。距离学校的一个距离，那另外当然，这种没人管理的，那当然我们就会来规范它。应该要有相关的资讯来露出。苗栗县政府表示，虽然目前针对坑的物件会当用离校法还是社会法来处理，不过针对设计台商品的标示无确定的规范，当地研究管理自治条例。若是伫台中真有名的商圈附近，同款是有真侪间业红仔鸡店。虽然讲看起来内底商品有符合规定，不过根据台中市政府表示，到今年5月份到9月份，已经查到17件违规，非法藏色情用品伫卖，嘛照离校法来处罚。就算是公共场合，也是有它的尺度存在的，对，不是每个人的接受度都到这么广。民舞法里面已经很明确的规范了，是，我们也裁罚了蛮多件啊。台中市社会局表示，目前除了民众检举，嘛会派人来稽查，若是确定有藏色情用品，得照违反离校法，上当罚10万块。若是讲有危险的商品，佮涉嫌违反社会法，敢是要定自治条例，该甲相关单位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小花曼德兰互讲作是生态癌，伫咱台湾拖甲真严重，会影响咱自本原生的生态食物。林务局约10公斤5块钱咧收，已经收18吨啊，所以即马面积有减少9成，也毋过呢，也是有超过5000公顷遮尔济。世界前100大入侵种的小花曼德兰，伫咧台湾拖甲满山片。林务局逐年拢会抢伫咧10月开花结籽进前办小花曼德兰风治月，呼吁全国的民众做伙来除掉绿癌。因为这个曼泽兰对环境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会把原生种的植物都覆盖枯死，所以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好啊，把它除掉才不会延伸啊。我们这边都是以农为家，我们农是我们的主要的产值。小花曼泽兰如果不根除的话，对那个种植植物有很大的影响。小花曼德兰真臭真拖甲真紧，不管是长期的根也是藤，拢真熬补的，都要集中烧掉，才有法度来防治。林务局以1公斤5块的价销收购小花曼德兰，鼓励民众加入除草的行列。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今年进行到第18年。以我们台中市来讲，最高到达1300公顷。那依照最新的资料呢，去年只剩下110公顷，所以我们一定要除蔓勿尽，一定要把最后的一里路达到。经过10多天的打拼，小花曼德兰分布的面积已经减少90%，目前统计有原有5132公顷。林务局今年打算阁要除掉570公顷，预计要收购195栋，想要互绿癌伫咧台湾长根，阁需要大家的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少年人即马在流行讲，若买着上穿的物件，一定爱摕出来，互大家批判一下。所以网络顶头就有一种开箱文，甲物件摕出来，互大家看卖咧。即马呢嘛流行到农业，嘛会当看到讲各行各业的内容甲秘密，咱做伙来看。滴头啦、鉛筆啦、
烟汤啊啦，肥料啦。一个囡仔压低头，另外一个坐在火炉顶悬。本林的农民对着上死行的开头文，甲大家拢咧使用的大项细项的农具，一捆啊拢撒出来，摆出阵势来翕相。真讲吼，你做是偌久啊？做40多年啊啦。嘿。啊，这物件你拢是平时拢会使用着吗？嘿啊。逐工拢爱用的啊，正讲用久嘛有感情啊。有啦，农夫开箱文呢，主要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然后介绍大家小农的配备，还有他们会用到的用具，然后也透过这张照片可以让大家看到农夫的全貌。不管是透风落雨，这农具拢对农民去参与做事，对农民来讲是真有感情。若是农民，台湾各行各业为警察、老师、搞保护森林的护管员，伫海边捡粪扫的警探团，甚至是检察官，拢总甲家私款出来翕开头的相片。那行军床呢，是希望让检察官有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可以马上躺下来休息完之后，保持最佳的体力，再接着后续的侦查作为。开箱文的方式宣示我们已经万全的准备。新竹地检署也呼吁各位千万不要贿选。检察官除了电脑、文件这工具，连泡面、提神饮料拢已经传好，要迎接刷落来的大选。新竹地检署用开头文这种轻松的方式来宣示掠贿选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这连检讨，之前咱政府有推出会当减电、较减用省电的一寡，亲像冰箱啊，也是冷气。即马经济部第2波要推出会当减用瓦斯的物件，民众较需买一寡会当减用瓦斯的瓦斯炉，也是热水器，嘛同款会当摕到补助。即卖不少家庭使用的加速炉和热水器，拢是较低效率的产品，毋但消耗能源，加速费嘛开较济。为着要鼓励节能减碳，除了进前的冷气、冰箱等等项目之外，经济部搁再推出节气用具，按算补助5亿，每一年会当省10万户家庭的加速用量。1级的它的燃烧效率是比较高，那总共有分5级，多增加个那个20-30万的营业额吧。根据经济部规划，若是买能源效率1级也是2级的加速炉，一台会当补助1000块。加速热水器分做2款，自然通风式一台补助1000，计数较悬的强制排气式每一台补助2000。经济部估计会当补助差不多31万台，带动销售额26亿。老人化太多了，年龄都很大，你觉得那个老人家舍得花一个1万2，你补助2000块去换一个吗？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舍不得。经济部统计，国内每年加速度和热水器差不多卖40万台左右，但是目前安装的大部分阁是3-4级能效的产品。若是推动换机，会对节能有真大的帮助。而且除了民众买新机享受补助之外，一旦换更较高效率的ren具，每一年会当阁省差不多3000块的加速费。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劳工耐操上班时间长真正有影，因为上新的世界总工时比较，咱台湾伫咧2018年总工时是2033点钟，只有比前一年减2点钟，嘛伫咧全球的 OECD 的国家排第4名。为着要趁薪水，劳工都爱真拍拼，常常有时阵爱超时加班。根据上新公布的 OECD 主要国家工时资料，2018年台湾年总工时是2033点钟，甲其他国家比是第4，比附近的韩国、日本要较悬。部分工时的比例好像不超过5%，可是欧洲国家有些部分工时的比例是大概2-3成以上，它的平均工时一定会更低嘛，从2周84变成每周40嘛，那时候就会带来工时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再加上最近的一例一休，那我想那个效果会更明显。学者指出，台湾部分工时者比例较低，甲其他国家来讲，年总工时会有悬。甲去年比起来，有小可减少2点钟，全时工作者的经常性工时也比去年减少1点钟。另外，部分工时者是小可提升。学者甲劳团拢认为主要原因，甲这几年劳基法修法有关系。
在缩短年总工时的这个总目标之下，应该要有更坚决的一些做法。有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去抑制加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蛮大部分的劳工可能基于因为低薪的问题而有加班的需求。那这部分希望政府能够严肃的来看待低工资的问题。劳动表示，年总工时下降，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表示有部分劳工会因为加班工时减少，少赚加班费。所以政府相关单位在降低工时也要注意加薪的问题，这样有更较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宣布讲，假使咱台湾人要去意大利，即卖会使用因的快速通关咯。咱台湾嘛，正做全世界第8个会使使用意大利自动通关的非欧盟国家。那意大利的旅客来咱台湾嘛同款。若到旅游大国各地机场，常常人是直通通，尤其出入境时，行人工验证通关，常常要排真久。内政部16日宣布，甲意大利互惠开放快速通关，意大利旅客到台湾应使用台湾自动查验通关系统。这可以促进跟意大利之间的观光，还有一些商务的交流会更加的便利。For about 10 years, Italy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facilitated traveling from Taiwan to Europe and I think this is an upgrade. 市国用表示，意大利快速通关真简单，台湾民众免事先申请，只要伫意大利机场扫描护照相片页，面部甲指纹扫描辨识，就应自动出入境。目前非欧盟国家只有美国、加拿大、韩国、澳洲、日本、纽西兰、以色列甲台湾有安尼便利服务。除了意大利，也有部分国家也开放予台湾游客使用自动通关的服务，亲像韩国、澳洲申请拢免手续费。美国是爱先伫 TTP 网站申请注册，线上交$100就能使用。入境的时候排队都要排超级久的，如果可以直接快速通关的话，会省非常多时间。I feel it's very comfortable and very simple to use. 根据内政部统计，到今年8月底，美国、韩国、澳洲这3国旅客申请注册使用台湾快速通关总人数已经超过71万人。这个用强调，台湾虽然面临真困难的国际处境，不过在重要国际议题上，依然坚持绝对袂置身事外。今年底也要完成新一代自动查验通关系统，除了加速旅客通关速度以外，对台湾甲别个国家开放互惠使用也真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1岁的艺术家谢丽华老师，伊收藏艺术品50多档啊。伊讲收藏嘛是一款创作，即马伊要甲一生的收藏70多件艺术品，全拢捐予蔡水县文化基金会做拍卖，要来替纪念蔡水县100岁活动种资金。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到现在还不认识他。就知道他是好画，我觉得相当不错的一幅画那也没看清楚，整个的感觉就是很好。看就捌啊，就决定把这幅图收藏起来。艺术家谢丽华讲，伊的收藏品将来就唔是为着要等伊起价，这是伊另外一种的创作形式。70多件的收藏品，捌是谢丽华偷开人间零件的创作元素。即马伊全部捐予蔡市县的基金会，讲这的收藏品化作零，是偷开人间零件这个创作的最后一段路。收藏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力量。这是变成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现在有所谓的观念艺术，观念艺术用行动来变成有行动艺术，它是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结尾所以在今天的结尾就是我作品的结束。身为头一个描写台湾美术史的谢丽华，为师大美术系毕业了后，就去法国留学，然后住在美国，参与海外台湾独立运动，和同款捌去红立在海外有名大台湾现代舞的头一人蔡水县做伙结冰。这届伊捐出收藏规4人的艺术品，赞助纪念蔡水县100岁的活动，希望台湾精神会使继续传承。所以，阮真希望未来阮这个基金会会当培养。属于这个台湾精神运动的这个团队会当互因的舞蹈会当搁较有台湾的文化甲台湾的精神。
70外件的艺术品，包括朱明、洪水林，还有陈定波等人的作品，拍卖起跳的总价销超过950万块。社里发5万，会当帮赞同款有艺术梦的台湾少年人，在这片土地开出更较水的花蕊。记者洪明珍台北报道。天气报告理在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日咱的北部天气无介好，气象局有针对台北、新北、基隆、花莲发布大雨特报，那既然是发布大水雨特报，中南部是一份较好天的天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外岛是22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